请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翠心鸾》。一个真结束也有啦，卡影看你一日一个伴，爱一个人什么感觉，我笑你不知影。石的烂，海水的干，酒泉的话你敢大声？感情不是物件，随时会当换。忘心肝，请你忘心肝。对我讲，袂想怎的？痴心我最后的办法，莫听莫看无你较快活。咱先转来去啦，我慢慢讲回你啊，好不？二姐，我安尼讲你两句，你就要走，我某话要紧。你放心，华安好发育，明仔载我过来。大姐，孙子。我爱蔡医师，不是，我对蔡医师的感觉，迄不是爱情，只是当初的友情。无唔对，当初的友情，当初的友情。倒转来。那是安怎？燕山，你手机仔是安怎？我无甲秋瑾见面啊。你无甲手机仔见面？村仔有甲秋瑾见面，也毋过伊转来一路上拢无讲话，我毋知影秋瑾是安怎甲伊讲。唉，讲到恁这少年家哦，做无一项代志，我看会介意的。枉费谁啊？秋瑾是我上好的朋友，永山是我所爱的人。友情甲爱情，我是要安怎选择才好呢？袂用的，就算讲我上好的朋友，嘛袂当像我上爱的人。我袂用输予秋瑾啦。秋瑾讲，伊无想要搁见你，希望咱紧结婚。伊也希望你会当紧开一间病院，带我离开长尾庄。安怎啊？伊讲的意思吼，甲我想的同款啦，全你决定啦。我一定要见秋瑾一面，我的清水听伊讲，安尼才有出处。哎呦！
你哦，你莫安尼啦。你即摆人感觉安怎？好真济啊啦！迄个蔡医师哦，真正有把握的呢。我有叫过医生哦，明仔载过来甲伊看一次。免啦，叫伊来要创啥？我好啊，叫伊免来啊啦。有啊，啊你是惊手机佫甲伊见面了？免惊啦，我北动作快。总讲手机若甲伊玩烂哦，我也袂放在心内啦。对，想甲你爸吵的时阵呢，恁佫无人应答，对。你是咧乌白讲啥啦？哈？去啦去啦，去打电话叫伊明仔载免来啊啦。你讲我拢好啊啦。有啊，你紧困啊。啥啊？你困就好啦。你若莫破病哦，我较紧张就好啊啦。所以你拢免烦恼。孙的代志，恁爸家己烦恼就好。手筋啊，人讲点点食三碗公，想袂到你还讨客兄，妖形死着哦！像你这个好人面，你客兄也要逼，我也要信。啥啊？甲你意见讲看卖啦。
在，啊，拢好啊，阿弥陀佛咯，好哩哩啊啦。啊，这手金哪很早就起来？小金，又对你安怎？我昨暝听伊讲遐话，我足担心你。啊，你是过来创啥哈？吹，小姐，你先入去啦，入去啦。小金，哎呦，我甲你讲过啊，阮手金啊吼，无想要甲你见面，你出去，拜托，你紧出去啦。哎，佮徛在创啥？出去啦！我这摆我袂当走。哦，生目睭毋捌看到你这种人，遮厚面皮呢哈。我袂对你看面。哼，免啦，阮哦好哩哩啊，免看，努力咯。这个啦。也袂好。也袂好是你咧讲的啦，有好无好我家己心肝来知影啦，拜托的啦，好心的你莫过来啊，好无？还佫做啥？你滚出来加啉一寡，药仔莫有白食，莫有白注射，你会记得。麻烦你好好看顾手机，莫搁互最新伤害伊啊！哎呦，你嘛拜托一个，啊你这个外人哦，莫插阮兜的代志好无？甲你拢无关系啦。哦，你莫搞吵完，你出去，好心的啦吼，我拜托一下，莫搁来遮吼祸害阮手金的名义好无？出去啦，出去啦！前我生目睭哦，毋捌看到迄种人哦，这鸟摸着啦。别人的代志伊也咧插，啊人翁仔某代吼伊也有意见。我咧甲看，这种人哦，要袂死心的，以后佫会来的啦。阿母，我开门伊就徛伫门口，毋是我调工要见伊的。我知啦。阿母，蔡医师是讲啥物？头讲啥？伊就甲我讲吼，叫我甲你顾好啦，毋好叫水声啊吼，甲你欺负去。讲遮咧讲，啊昨暝哦，水声啊敢有对你安怎哈？无啦，伊入去房间就困啊。哦，安尼哦，那安尼就好啦。我相信哦，这摆水声啊，应该会理解才对啦。希望是安尼啦。哎呀，那安尼哦，较困得佫袂饱，愈感愈先。阿内面，你别看着你愈无精神。
哎呦，你是要创啥啦？啊，若困无饱，煞袂晓去困，透早透夜就起来要创啥？袂使困。顶几工哦，我订一个物件，今仔共摕倒来。啊，你真路开钱呢？啊，你是订啥物件呢？啊，都别问啦，我要摕倒来你就知啦。阿母，最少毋知搁咧拍算啥物，我足惊呢。唔免惊啦，阿母伫个，做你放心吼。30年来哦，我捌这样受气过。靠，你是咧靠货大事？枉费啦，枉费我一个宝贝查囝吼，饲20多年啦，叫你去爱着一个这么无负责任的人。阿爸咧甲你讲话，你到底是有咧听无啦？婚姻是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家己爱好好考虑看卖啊！爸爸过去哦，本来是一个放荡子，逐工都安尼花天酒地，对恁老母也拢无负着责任。我即摆看着杨山啊，就去想着少年的我，我是感觉讲哦，杨山啊。毋是你会当挂靠的啦，有关于你的终身大事，你家己好好考虑一下。好啦，我有代志小找一下，你好好想看卖。做甲这种业务，我是敢若向地面报。你敢毋知影关的专员，甲省的长官拢非常的照顾、关心你。要安怎写？你家己讲。就是啥？就是写。啊，毋着写讲你欠人缴销，去人砍布袋，药啊去人偷偷去，你所造成这个卫生上的损失。这毋是事实。毋是事实，啊，毋着写讲有暧昧的这男女关系，甲已经有翁的护士伫咧疏通，造成村民的反感，致使卫生社的这个业务甲政策无法度推动，敢是安尼？这更加毋是事实。毋是事实，所有人拢咧讲，大家拢看到，这毋是事实，那安尼这我袂晓写。小金请假大，请假，无理无由请啥物假？不对，小金若是无来上班，以抗日来处理。你若是安尼做，会害小金无头路。自作自受，这是要怪谁？算起来是你害伊，毋是我。注意，我拜托你。请你批准小姐的请假单。
以后任何代志，我都会甲你配合。